来看这条进程呢，领导是讲卤肉，或者是讲控肉咧。这中华县政府进前捌举办这控肉饭上高食比赛，8分钟内食5碗控肉饭，看啥人食上紧。不过也医生指出讲，过去捌举办这款食上高的比赛，就捌发生违破康意外，县政府不应该带头举办这款的活动。 大家一喙接一喙认真扒饭，这是中华县这个月12举办的控肉饭高食比赛，看啥人会当上紧伫8分钟内食5碗控肉饭。现场也有分免钱的控肉饭，活动声袂少人参加，但是就医师指出，高食比赛对健康有败坏，县府无应该排带头。要不健康的哦，要消化的好，应该是要慢慢细嚼，咱的唾液跟食物混合，那消化也较好嘛吼，一下子。 食物啊，量其实是太多了，咱的健康来讲较不好嘛吼。医师指出，一般人胃的容积是1.2至1.5公升，若是食伤过量，上严重可能会胃破空、胃出血。但是毛民众认为活动真趣味，参加的人家己爱评估身体状况。县府表示，比赛迄一日拢有医疗团队伫现场掌握状况。袂歹啊，免钱的饭好食啊。 好玩就好啦，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，我们不要以名次参与我们彰化的活动，然后吸引游客啦来我们彰化市游玩。这次控肉饭大胃王的活动，主要是以活泼的方式来行销彰化的控肉饭，因此定调为趣味竞赛。现场也安排有医护人员待命，并且也投保了保险，以防万一。县府强调，活动事先拢有提醒民众爱准则，安全第一。大家对高食比赛意见，因拢有听到。 未来若办活动，会纳入各界意见，详细思考举办的模式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